好，咱开始吼。1646年6月11号，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对东港来遮，载来80担茶，坐16个人。6月12啊？地步还未送出去。还未送出去。较慢啦，已经送出去。对，歹势。6月12，上午阮收到2张批，是由牧师 Van Bryn 所转来。一张是下设商务员老爸对淡水寄来，数期是5月29号。另外一张是士官卡斯曼对德惨寄来，数期本5月4号。批呢，甲淡水的状况以如下的形式来甲阮讲。首先，士官卡斯曼，就是伫咧新竹遮即个吼，卡斯曼，含带领处队所派去的士兵对陆上伫咧5月15号到淡水遐，然后伫咧同5月21号，顶5月21号啦吼，迄2只做军载阮的士兵要去遐去处罚叛徒的胖船呢，也平安到遐咯。但是因为伫遐的朋友毋知影阮对即个代志，会搁再派人去。因为商务员 Harper 离开了吼，所以阮搁即道搁派人去。小讲一顶回，之前有读过即个商务员，我知为虾米会记得啥物原因，伊就对淡水坐船转去台南，结果台南搁派搁转去淡水安尼吼。但是伫咧淡水遐的，伊即摆讲伫咧淡水遐的兵毋知影有即个代志吼，因此淡水的会议就决议讲派蒋旗官 Martin Gidner 带领25个士兵先去 Pericoci 的即个村庄去了解情况，并且尽可能来去保护伫遐的原住民。同时呢，顶头所讲过迄个卡斯曼。是，就带领伊的士兵转去伊的驻队吼，伊驻队应该是伫德惨遮啦吼。而迄2只胖船以及阮所派去的迄寡士兵，都爱留踮咧淡水遐吼，一直到接到阮对遮所送去的命令。上述的士官已经伫咧本5月3号转来到德惨溪。即个士官敢是讲迄个卡斯曼，但是途中破病发烧吼。伊含另外4个士兵拢重病在床吼。有2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坐65个生仔人，载去14担的咸鱼，甲14篮的大鱼，然后下日的船只对规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有147个人，就是有2只胖船对南部的淡水来，载来115担的茶，甲250捆的椰子树皮。有一只胖船是对小琉球来，载有500个椰子甲200捆的椰子树皮。有5只胖船对新仔来，载来653稻米、1720篮，又搁150担的白糖、2篮的面膜、35担的盐、34捆的茶棒、18捆的纸、13篮的面粉。1包空眼布，23个大罐的生仔麦仔酒，40领草尺，500袋庄仔，70篮上顶的白糖，含40篮精米的灰仔。6月13，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坐有84个人，就是有4只胖船航往平湖。还有一只航往龙桥，拢是要去载石头；有一只航往东港要去尾邦。3队呢有3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合计坐有50个生仔人，载来下日的物件：1595稻米、200篮白糖、10篮面粉、10担铁、
100个铁鞋啊，20铁鞋啦吼，20包空眼布，一担要做画底的即个厚皮，含10担的即个白蜡。6月14，炎热晴朗的天气，有一只帆船载着北上的货物航王 Dorenap 落港吼，坐有23个死仔人，有一只帆船航王龙蛟，也有2只帆船航王片湖，拢是要去载石头。另外有2只帆船航王西那沿海，合计坐有126人，载有余下的货物184担咸鱼甲大鱼，37篮鹿仔肉，5篮蚵仔，甲298糜帝王鱼。亲像敢若讲帝王鱼突了。也有2只帆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坐45个人，载来下列的货物：110稻米、3袋土豆、50担盐、3000个即个鼎啦吼，200篮砂糖，甲1包空眼布。6月15号，今仔日有3只帆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68个人，载来下列的货物：680稻米、20篮面粉、129篮砂糖、238篮冰糖、54包抹布、140包薰草、4包空眼布、24个大罐的西那麦仔酒、30支条仔，甲40袋厚茶棒。也有2只帆船来自片湖载石头来，坐有25个人。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小琉球，要去载椰子；也有一只帆船航往打狗，要去载茶，合计载有18个死仔人。6月16甲17，两天，继续落雨的天气，有一只帆船对西那沿海来遮靠岸，载有36个人，载来下列的货物：1716篮白糖、127篮冰糖、8包空眼布、106稻米、12篮面粉、70捆棒，甲180袋要做糖桶的茶棒。6月18、19，依然是落雨的天气，对龙桥甲片湖各有2只帆船载石头来，合计坐有39个死仔人。也有2只帆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合计坐有52个人，载来下列的货物：680篮白糖、200篮面粉、142担米、205支大甲细条仔、240捆棒、34个大罐的鲜仔麦仔酒、10担的白蜡、2担的面粉，甲2袋要接酒的纸。6月20，晴朗舒适的天气，有一只帆船对片湖载着小圆石仔来遮入港，坐有16个死仔人。6月21，好天，有一只高野船航往小琉球，要去载椰子，载有7个死仔人。6月22，今仔日阮伫法务议会判决了几件刑事案件甲民事案件，有2只帆船对遮航往打狗，也有1只航往下淡水，拢是要去买茶甲鱼，合计坐有16个人。有一只帆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入港，载有39个人。再来下列的货物：146稻米、4袋豆仔、121篮白糖、100捆茶棒，甲195片要做糖桶的茶棒。6月23，今仔日阮派去北部的军队状况还算好吼，俄罗上帝对淡水转来到遮吼，状况真好，对淡水转来到遮啦。伫咧过去的5月甲4月年，为着要处罚迄边的叛徒，派出几支军队由秘书 Gabriel Harper 带领前往遐。因是伫咧前一天暗时啊，伫咧上水的淡水坐3只帆船出航，
并且同齐平安来到遮。因转来了后，阮对上述的哈伯先生伫咧议会里的口条报告，以及伊陆续所寄来遮互阮的即个批吼，数期是本国月5号、10号、12号、甲19号吼。即寡内批大部分拢还未收到。即寡内批草本甲书面报告，知影讲药剂如下。还未收到，因会知影。好，好，咱来下底是即寡批的内容啦吼，无讲介长啦吼。顶头所讲的迄个商务员 Harper， 经过真辛苦的航行了后，是伫咧顶个月28号航离遮，即遮应该是讲淡水啦吼。伫咧本个月4号带领伊的随从人员到淡水。航离台湾应该是航离台湾，去到淡水。伫遐，伊随派人去调回迄2个将旗官，就是 Jacob Bears 对鸡人，甲 Martin Gidner 对 Parikochie 带领因的军队，同齐转去淡水，并且真紧来准备为着即道出征所需要的所有的物件。经过针对即个代志商讨了后的决定，为着莫互士兵因为迄个歹行的路途来伤忝吼，所以呢，全军要做4只希腊人的航船航王德产。所以伫咧本个月10号就是安尼吼，就是做这4只船航王德产，借出也会当来来省时间甲路程，但是拄则一出海。暗时啊，就对西南方透强风，强烈到过长你必须爱做迄个非常危险，而且破坏不堪，就是已经真危险、真拗苦的、真拗去，拍去啊！即个航船转去淡水来入港，所以无够得惨啦吼。随后迄个朋友。随后，迄寡朋友就决定讲要对陆上搁再一道出征，并且要积极准备所有需要用到的器具，也安排了希腊人的即个挑夫啦吼，就是担货的即个工啦吼，安排了即担货的工甲即个粮食吼。全军就伫咧本个月14号对淡水出发，过当日伫咧落雨的天气进入了巴瑞科吉的村庄。迄寡朋友对该村庄的原住民知影讲，帕加埃尔村民甲因最近发生的8个人被抬死的代志无关系。3队呢，讲事实上是加里加斯村民所做的，因有6、7个村庄。伫咧上述的帕瑞高吉的地区，瓜达王就是大道王的所在吼，约差不多25里的所在。抑佫讲，即寡叛徒和沿途约40里的路程，就是对巴瑞高吉的该村庄距离淡水约5到6里。等下再来讲吼，巴瑞高吉离淡水5到6里，南下一直到包括大道王的即个角头内底迄寡模范的村庄，拢变到无平安，并且所属含公司结盟的村庄、附近的村庄来敌对前者等等。伊这写啊落长吼，咱来看意思是安怎。OK， 因离开淡水，行陆路，过当日落雨天吼，行陆路到第一个村庄叫做 Parikochie 吼，这就是因本来 Parikochie 本来就是因
因对遮出发的吼，有其中一个马丁吉特呢，就是对 Parikochi 带领伊的军队去淡水，即嘛佫对战两个将旗官嘛吼，即其中一个吼，对即个 Parikochi 带兵去淡水，另外一个是 Jacob Bears 吼。啊，结果呢，因第二天落雨天，佫出发，佫行来到即个 Parikochi 即个村庄，即个所在离淡水5-6里尔吼，5-6里，无讲介远啦，你若开只地图。淡水5-6里，我爱记笑咧。安尼是1英里，5、7、2、3、4。5-6里，因若是行海线吼，还袂到德围啦吼，还袂到德围。即只一个村庄叫做 Parikochi 吼。好，咱转来日志遮。好，即只有讲到讲有一个村民，有一个庄头叫做帕加埃尔，最近发生8个人被抬死的即个代志。帕加埃尔无写吼，毋知是倒位吼，换伫附近啦吼。啊，即个帕加埃尔呢，所发生的即个代志呢，事实上是一个叫做卡里加斯的村，即个庄头的人所做吼，卡里加斯。卡里加斯呢是伫倒位呢？伊讲有6-7个庄头吼，是对帕里古市的大道王的即个角头，迄到位啊，差不多25里的所在吼。好，25里，咱来看觅啊吼。还袂到德围遮啦吼，这是可能是南口啦吼，我咧摇啦，因为这我即马对淡水往南行吼，伊即马甲讲来看啦吼，就是南口遮上闹热，而且上侪人咧住吼。我咧摇是遮啦吼，巴里卡市啊，对南口佮往南25里嘛吼，大道王是伫咧即个差不多德参以南吼，德参以南即个大道王可能是苗栗到台中即到位啊啦吼。啊，伊讲25里对南口落去25里，哎，我看差不多倒位遮，南口25、7、2、3、4、5，差不多到即马苗栗头份遮吼，安尼。所以对讲即个差不多是头份遮卡里加斯的村民做啦吼，因甲即个帕加尔村民抬死8个人吼。OK， 啊，另外一个消息是讲，即寡叛徒就是即寡歹人啦吼，互沿途40里路程拢无凭证吼。这40里的路程是对伊讲是对帕里古市的，就是拄则讲的迄个差不多南口遮吼，往南一直到即个大道王的村庄即遮吼。拄则讲到头份就差不多25里啊吼。我拢算英里啊，我嘛毋知英里是偌长吼，大约较了解尔吼。啊，所以大道王伊讲40里嘛，对
对南口往南40里嘛，大肚王遮到头份遮算25安尼，佫掠差不多，佫加差不多1倍的路程出来，就是差不多甲台中嘛，差不多安尼真正是差不多就是安尼，照安尼算，差不多是安尼，就是头份以南到台中即个位啊，无毋是，应该是讲南口以南40里一直到台中嘛，即段路拢无平安讲因为即件代志嘛，迄寡恶人迄寡歹人杀死遮侪人所以即段路拢变甲诚危险，就对了好，咱继续看来阮迄寡朋友因为继续咧落大雨，所以着对即工一直到本古月19号，咱即摆咧读的是迄个人所写的批即个叫做啥？哈伯先生所写的批内底的内容讲阮即寡朋友因为继续咧落大雨，所以对即工开始一直到本古月19号，拢一直住伫咧即个 Parigorge 的即个村庄可能伫林口遐毋若是即寡河流甲小溪拢水拢涨起来总数爱经由14条河流甲小溪就是讲因要对即个林口要行到要去拍即个要平乱就对啦途中爱经过14条河流甲小溪嘛甚至迄寡朋友家己前后拢去互水困住咧经过探查了后，认为讲迄条南坎溪含其他的河川拢袂当互即个征讨来实施，就是意思就是讲，经过探看啦，发现讲即寡溪水规个涨起来，根本就无法度，因就无法度通往南去征讨加上考虑到讲我方的人员已经开始咧破病而且嘛有料讲会欠缺食物等等因此呢，迄寡朋友就必须决定爱放弃即逝征讨，伫咧河水减退的时阵来返回，就转去即个淡水遐就是放弃即道即个征讨，本来呢，即个一开始安尼声势遮尔大，结果去到淡水遐出发就拄着即代志所以呢，又搁决定要转去淡水，对遐呢一无所成一无所成，就无法度完成任何代志嘛各自转去家己的所在，代志就安尼进行咯所以都解散了就对了。有一只篷船载着北上的货物航往竹杉溪，载有15个死仔人以上。好，过来6月24甲25。戌时的天，早起看见即个港道西南方海上有一只荷兰船，边仔这应该是港道，这是你讲迄个日兰遮社报遮边仔阁有另外一只船，但是该船今仔日无法度来遮入港，颠倒是被北方如车如往海上去。6月26，戌时的好天，透南风。昨昏看见伫咧海上的迄只船俄罗上帝下晡已经平安来到即个城堡下面，是快艇 Bruivisk 号，是对千拉队千拉队阁会记吧？就是伫咧印尼岛足侪岛嘛中迄个拄差不多中迄甲位啊一粒岛千拉队经由马尼拉航道来就是即只船即只 Bruivisk 号对千拉队对印尼千拉队经由马尼拉来到即个台湾遮，是被派炸着千拉队长官的批
去互马尼拉头前的即个巴达维亚蓝队司令官 Martin Garrison de Vries 阁下的吼。即只船啊吼，载着一张批是前仔队长官叫做乌特塞罗恩吼，写互巴达维亚蓝队司令官叫做 Martin Garrison de Vries 阁下吼。对上述的长官5月18号写互上述的司令官 de Vries 的批信，知影讲大要记如下，就是总督阁下含东印度议会伫咧今年3月4号写批交大船 Frederick Hendrick 号，该船伫咧顶个月2号平安到即个 Orange 城堡头前。即张批写互交大船来Frederick Hendrick 号来送去互上述的上官，上官是啥物人？上官，上官 Seroyan， 上官是毋是迄个？毋知吼。好，继续看，毋知你写啥。讲到迄张批讲到讲，今年将有7只荷兰船吼，即7只荷兰船有名啦吼，有名号，等下来念吼。组成强大的舰队。是讲即张批是总督阁下的批啦吼，印尼总督啦吼，东印度议会嘛，东印度公司总部就对啦吼。总部的即个长官写一张批，寄大船 Frederick Hendrick 号送去互上官，毋知啥物人吼。讲有因会组7只大船的舰队，要对巴达维亚派去卢松沿海吼。这7只船是来，咱来念者吼。威索号、Snook 号、Himskirken 号、Louis Pire 号、Jonker 号、快艇 Breskens 号和 Gale 船 Vistchere 号。敢若迄个 Breskens 可能捌读过，其他拢毋捌听过吼。即个舰队是要由上述的 Vries 指挥吼 ，Vries 就是巴达维亚，拄则讲巴达维亚舰队司令官嘛吼。所以即张批是送去互，就是送去互即个指挥官吧，就是即个舰队的指挥官吼 ，de Vries， 全名是 Martin Garrison de Vries。de Vries 呢指挥要去马尼拉攻击西班牙人，即7只船啊吼，即个舰队。而且上述的 Seroyan 阁下就是写即张批的前仔队长官吼 ，Uter Seroyan。讲即个 Seroyan 阁下嘛，奉着巴达维亚当局的命令，要将上述的快艇随要派往马尼拉，去将阮的敌人，伊的快艇是对只，就是 Breisvich， 一开始讲即个 Breisvich 号，就是早暗看到迄只荷兰船伫咧外海，即嘛今仔日驶入来城，即个咱遮城堡遮吼。就是即个 Seroyan 阁下啦吼，奉巴达维亚命令，要将即只快艇吼，随要派往马尼拉，去将阮的敌人伫咧摩洛加的情况来详细报告互即个顺翼舰队吼，顺翼的舰队啦吼，就是顶头讲迄7只船吼。好，报告啥物呢？就是即个 Seroyan 要报告啥呢？报告如下吼。首先，对去年12月，我搁讲者吼，就是这7只船的舰队吼出发啦，另外派一只快艇叫做 Breisvich 号，载着一张批要送去互这7只舰队吼。
嘛毋是批啦，伊敢若讲要去报告，互因知影啦，要报告的内容是安尼首先，旧年12月中，敌人为着要支援伽马拉玛，所以对马尼拉派3只西班牙舰船来牵仔队，该动5只牵仔队的篷船去喵有岛，甲有一个岛叫做喵有，和塔佛雷岛来攻击阮留伫遐的大船 Emboina 号，但是因为无风，只好离开报告这消息。又搁讲，伫迄个牵仔队的西班牙人，伫咧陆上甲水上的，拢受到阮美丽的攻击，因此呢，深信无偌久因就会逃走，或者是至少今年就会甲上述的舰船留落来，袂当派转去马尼拉。此外，上述的长官塞罗恩就是Brunswick 号已经来到台南的，今仔日已经转来即个入港的即只船长官塞罗恩认为讲，上述的快艇 Brunswick 号办了伫个马尼拉的代志了后，若是无要转去牵仔队，就爱前往另外一个所在，安尼对公司才有好处。因为用即个方法会当互敌人大起惊吓，来互我方伫迄边得到确实的胜利。顶头所讲的迄只快艇，应该就是 Brunswick 号啦是伫咧本国个8号到卢松沿海，就是马尼拉海峡。伫遐顺役，并且继续认真咧找上述阮伫咧航道的即个舰队，一直到共9月19号，犹原无看见我方的舰队，才转移方向航来此地。该船伫咧本9月13号伫马尼拉头前抢一只西班牙船，叫做邦苏塞索号，同齐甲伊带来遮。这是啥物所在？看袂出来即只西班牙船是对马卡萨的驶来，载有一寡布料，主要是几年的布料甲其他的布料，几年的几内亚几年以及其他的杂碎啦总价值经过估算是25,000毫吨，25,000外毫吨。伫迄只所抢得的船顶，也活掠3个即个天生的西班牙人，以及89个回教徒，包括奴隶、女奴隶啦查某奴隶和囡仔，也有10个士兵伫咧一个士官的指挥之下，经由牵仔队来到遮。今仔日有一只篷船航往打到，只敢若载底舱坐16个人，也有3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92个人，载去陆下的货物47艘大鱼，32大鱼，6担的咸鱼，56捆沙鱼，56篮鹿仔肉，甲37篮蚵仔。6月27，今仔日阮无用伫落迄寡带来遮。就是所抢到的迄只西班牙船顶的物件啦并且甲伊搬入去仓库，好好甲藏起来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到遮坐7个人，载有114道大甲细的茶帮，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要去载小圆石坐有19个新仔人。也有9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237个人，载去陆下的货物：57篮蚵仔，40篮鹿仔肉，35篮包括咸鱼甲大鱼，68捆的沙鱼甲76捆的藤。好，6月28。咱有看到一寡新朋友欢迎恁。6月28，透早便队船 Gudengans 号来挖靠栈桥，
要来落所在缀床石头，并且要来装载要载去日本的货物。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航王打狗要去载茶，也有一只胖船航王小琉球即敢若载缀床物，合计坐16个死仔人。有一只胖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坐5个人，再有50担茶，也有一只胖船对小琉球来坐10个人，再来300个椰子，12担的沙鱼，15罐沙鱼的油脂，甲20只活猪啦吼。特别讲，着去即个小琉球，就是要去载椰子。小琉球我去过3、4逝敢有，我无印象还有椰子的，我连椰子树的迄个印象都无呢。当然，迄个岛我无可能讲全行过啦，尤其是迄个岛，敢若是北边的所在吼，较偏僻，无人行较到。看一下地图吼，小琉球吼，对东港出发。就是你若要去小琉球啦吼，你会使对东港遮坐船过去。即嘛看那只闹热。港伫北边，小琉球算你对东港遐坐船啊，应该是伫咧即个北边遮外靠即个港。安尼较无人的所在，应该是南边遮迄款的。但是我看即嘛嘛变甲诚闹热，还是我印象中记毋对去啊？好，我袂记倒位啊，就是后来因即个荷兰人来拍即个小琉球，就是金沙岛吼。时阵甲因去比的迄个磅空内底嘛，到尾荷兰人放好烧，甲因分死伫内底吼。迄个山，应该是我较早印象中，就是伫咧较偏僻的即个所在，但是我真正袂记伫倒位啊吼，太久诶吼。好，咱继续看来吼，6月29，看一下时间，阁有。安尼，咱今仔日6个会使读煞吼。暑时的天气，今仔日平底船古登港号开始无用咧装要载往日本的糖。有一只胖船航往平湖，要去载小圆石，坐有18个死仔人。6月30号暑时的天气，有一只胖船对平湖载石头来遮，坐有12个人。好，6月结束吼。7月。7月初1、初2，阮无用咧装要运往日本的货物到平底船岸号顶头。有一只胖船航往南部的淡水，坐7个人，载有2000罐麦芽酒、8罐阿拉酒，甲6道的即个豆仔。7月初3，今仔日有下日的胖船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就是有2只航王打狗要去载茶头，有2只航王片湖要去载石头，坐36个人，也有3只航王西南沿海，合计坐有107个人，载去2篮蚵仔8捆的藤，71 Bluden， 重量单位叫做 Bluden， 一个 Bluden 差不多25公斤吼，71 Bluden 的即个硫磺。11篮咸鱼甲大鱼，19捆的沙鱼甲3篮的鹿仔肉，所以71 Bluden，71 Bluden 就是差不多1吨1775公斤的硫磺。19捆沙鱼甲3篮鹿仔肉。今仔日牧师 Simon Van Breen 对好无人来到遮，转来即个台湾遮，转来迄个
安平伫咱遮城遮啦吼。7月初4早起，便对船舰号装了大量的糖等等物件去停泊伫个调海楼之上。快艇 Brunswick 号煞接来瓦克站桥，嘛要来遮暂时要来装载要载往日本的货物。即个 Brunswick 号进前是对千仔队来嘛吼，本来送批要去互迄7只船的舰队，结果可能无拄着，所以伊来到台湾遮，即晚要搁对台湾遮要去日本载物件去日本吼。有2只篷船对埕到来遮，再来200担的茶甲30担咸鱼，坐11个人。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合计坐有60个人。再来706稻米，1500袋庄仔，3只牛，50个铁鼎，2担的面粉，1担油脂，16担盐，100担红门土，甲一寡材料。也有1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只敢若载地层物。有1只篷船航往龙桥，有1只篷船航往平湖，拢是要去载石头，合计做30个人。7月初5，好天，今仔日有2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95个人。再去14篮鹿仔肉，14篮蚵仔，11篮大鱼，103斤沙鱼，甲100布鲁顿的硫磺。讲差不多，我袂记，拄则讲偌济，一个布鲁顿是偌济，25公斤啦吼。记伫歹，有人记数字足厉害，我是还是记数字足含慢的吼。好，100个布鲁顿的硫磺就是2500斤啦吼。也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到遮入港，就是有1只高野船对埕到来坐7个西南人，再有150担茶，有2只篷船对平湖来坐31个西南人，再来7只牛甲4担大鱼，也有10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合计坐390个人，再来陆下的货物。6200罐大罐甲6200细罐甲28罐大罐的鲜仔麦酒，470捆棒，100捆粗肥仔，这数量拢足侪，这是因为这是10只篷船吼，10只篷船所在的。100捆粗肥仔，3601篮白糖，20篮乌糖，1153篮又搁32担冰糖，1292稻米。29袋豆仔，2担面粉，45支条仔，9000袋虾，132袋切仔，30包空眼布，39包茴香，230包薰草，60担盐，8担写字用的纸，13袋即要结酒的纸，220担水泥红门土，220篮的面环甲100个铁鼎仔。7月初6，舒适的天气，有1只篷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再来几只牛甲其他的精生，坐12个人。也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合计坐33个人，再来陆下的货物。448篮面环，80篮砂糖甲70篮冰糖，100袋米，8袋的茴香，5篮的面粉，4篮的油脂，4袋豆仔，30包薰草，2袋要结酒的纸，150个铁鼎仔，150袋茶棒甲40担盐，以及各种的砂糖、果实是果子等等。今仔日阮伫咧法务议会呢，无用咧处理几件即个犯罪案件等等。7月初7，有1只篷船对平湖载小燕礁来，坐有25个西南人。7月8号，有1只篷船对龙桥载石头来遮，坐18个人，也有4只篷船对
西那沿海来，合计做120个西那人载来余下的货物。四只船吼，200担的水泥，100支的条仔，44个大的铁鼎，12篮面粉，120捆茶棒，1555篮白糖，100篮面环，2篮薰草，32担盐，32包空眼布，3道刀仔，1道茴香，1担半的钉仔，496篮冰糖，72大罐的即个麦仔酒，34桶的灰仔，3540个大盘仔，甲7000个细刀盘。7月9号戌死的天气，今仔日有2只篷船对西那沿海来遮靠岸，合计坐有58个人，载来800篮冰糖，30担茴香，100个铁鼎，18担面粉，1担油，25捆棒仔，4道吉阿拉酒的纸，1箱丝帽仔，1箱地米，7包空眼布，50担盐，甲900刀庄仔。7月10号，今仔日有1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坐38个西那人载去22篮鹿仔肉，41捆藤，8篮咸鱼，11捆沙鱼，6担年香乳香啦吼，年香甲5篮的蚵仔，也有1只篷船对西那沿海来到遮，坐12个人，载来余下的货物，10担盐，500刀庄仔，120捆棒，5000刀虾，甲一寡杂碎等等。也有1只篷船对德产溪来吼，坐8个西那人，载来42篮的鹿仔肉，22领鹿皮甲8捆的鹿骨啦吼，鹿仔的骨头啦。所以吼，看这对德产载过来的物件就知吼，鹿仔肉、鹿皮、鹿骨头吼，就是迄当阵伫咧阮德产这食吼，抑阁是靠拍拉力生活啦吼。7月11，有1只北上的篷船对新港仔溪来到遮，坐有21个西那人，载来3450领鹿皮，甲475领山羊皮，10道土豆，389领水鹿皮。平地船眼1号即嘛大部分已经装满，要载往日本的货物，像糖啦等等的物件吼。而阮对此地的西那人听到可靠的消息，讲今年西那已经有大量的糖准备好要载去日本，因此呢，无可怀疑，迄寡西那人将会得到真悬价销的市场。若是讲阮的船伤慢到日本啦吼，因的即个卖价销诚好啦吼，互因伫咧即项贸易的利润会悬过阮。因此呢，决议讲为着要及时通知日本生意人讲，今年将会有非常侪糖会对遮载去遐吼，所以呢，上述的平地船上班必须要伫本个月16号到17号以前先出发航往那加萨基。无论讲巴达米亚的船来也袂吼，拢爱紧出发。快艇呢 ，Brunswick 呢，因为该船的船舱伤细，无适合装运要送去日本的货物，因此呢，也决定讲将会伫咧最近要派往平湖去看讲是毋是已经有归国的大船来到遐来入港。若是讲已经来咯，就爱随来转来甲阮讲；若是还袂来，就爱留踮遐直到8月15号。迄时若是还无消息，就爱转来遮。阮也注意到讲淡水一直有人严重发烧，甲其他的即个病吼，一直致到讲，逐年拢有真侪人死亡，或者是继续衰微落去，就像旧年的情况相当的严重吼，互阮非常的伤心，也妨碍了事务吼，因此也决议最近
要将迄边的主管，要对迄边的主管下令讲，爱甲因驻军当中即个破病甲上厉害的20人送去鸡笼，互因伫咧病情上严重的几个月内留踮迄遐休养。无论病情是好转抑是恶化，愿上帝莫互因恶化吼，拢会当互因来得到休困。淡水的事务爱用迄遐驻军所剩落来30个士兵，就应该会当应付。若是前方有需要，随时拢会当对鸡笼来调兵增援。为着上述的理由，阮也会写一张批寄去德参，互士官 Gary Cussman， 命令伊伫咧即个情况之下，伫咧即个情况搁较恶化进前，爱带领伊的部队转来台南遮吼，转来即个日兰遮城遮。因为伊的部下其中已经有3个人死亡，剩的人也已经拢破病了吼。北部即马当哩瘟疫啦吼，人多。7月12到13号，病毒迄阵，古登干号来外口栈桥，要来装载所剩落来货物。有一只篷船呢，对北部的淡水来到遮，坐14个死仔人，再有80多个玉树迄个树吼，树要安怎读？今年3个尔，我阁袂记啊。水还是水吼，或者是树吼，水仔鱼、鸭骹水、大水、番水、水仔有露水、水仔米、色仔。就是即款五谷的名，就是一款五谷的名叫做水啦吼。水，落水，歹势应该读第2声是水，第3声是水，可能第2声较侪啦。水啊，但是水爱变调哩。水啊，落水，番水，大水。我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因为水即个物件，其实我从捌听讲。虽然讲阮是草地种产的哦。番水等于是高水，阮泉州腔其实读做趖啊趖。趖仔网鸭情变调应该是读安怎变？我无啥会晓。鸭情变调应该是安尼吼。譬如讲，一时仔才想袂着第2声的字。好啦，水啊啦，应该是安尼变调吼。趖啊，大理大书店有收水啊网，但是我嘛是毋知水到底是啥物件吼。好，继续。看一下时间，剩3分钟。哇，3分钟这篇要读煞可能困难。好，7月12、13这明仔载来读啦吼，就是即工有写较侪代志吼，明仔载来读。
今仔日读足侪拢是咧记笑尔。看一下有啥物笔记无？YouTube 顶悬会当找到小琉球加椰子树，啥物会影片吼？呀，哦 ，OK。小琉球差不多20年前，伊当阵伫遐咧做工诶时阵，定定去过2、3撮啦。家己捌去佫去佚佗一撮诶款，啊，另外是做工诶时阵去。好，好，感谢哈，欢迎新朋友来参与哈。咱明仔载再佫继续，好，来，安尼我来关房了吼，感谢。